看，毫不犹豫哦。自家带了一个倒恩呢，轮改放鱼。他自己翻得好精准。你怎么知道怎么念？你们真的是太厉害！去哪里找2个这么厉害的小朋友？他非常适合代言珍珠奶茶店呢。嘿哦，他好开心。还有看他整个脸红吗？嗯，都是的，神马是我吐了鱼的。真行呢。我检查小妈憨菜吗？不对，一中吃甜甜。他很成熟，他说一屋子婷婷。他听100块的动力会给你。你听100块的董力欢迎你，这样爸爸会难过哎。静雅这哦，他把男的交给一起，其他都不憨软。而且疫情，爸爸这次跟你做的这个料理，有卖你吗？注意两片哦。谁赢他来走出？亲子料理太 PK，选我。哦，点一。哇，今天你有比较小声哈。又下温又对哦。哦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今天哈，嘿，你一家之主啊，T100个这个亲子特辑，利用主题度呢，都有呀个太年生子小朋友，跟哈雷都俩到毕业了，参加比赛。而这2个小朋友，你不要小看他，压得他嘎发困病，公公很看好。哦，我很记得线上哦。对啊，全部这种厉害寒假有比赛过呢。哎呀，这样讲比赛、骆驼比赛，还有考过客家眼镜呢。哦，超，所以呢，伯谦啊，你会小心哎哈。所以我今天有戴眼镜，我们今天哦，这个中马会有一系列安排，有可能就要找下一棒的接班人。还好他们年纪够小，他走差不多5、6年。我们也可以变亲子料理节目。喂，怎么样的？好，提前的分享都给黑黄灿婷，我们可乐师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欢迎可乐师傅，找个来分享的是陆准备陆师傅。大家好，阿斌哥好。先的分享到风吹茶水茶，係來自於新竹幸福嘅媽媽團嚟嘅，叫下來哦。新怡姐來一起分享。分享。哇，都等音家了。今天有加油团哦，心怡的妈妈也在那边，他们现在是3代同堂在这里。哇，挥手，哇，有我。他可以随时扣号求救做料理。好，大家好，来看一下把欠拿出来，然后让来强向音记得来自新竹妇球妇女党王香仁、王艺晴。大家好。哇，你们这个一个疫情一个疫情，有没有考虑以后长大来偏台啊？觉得做个朋友。好，父母开始担心了。疫情呢，客家话讲得懂好，他讲自细就开始参加一个客語朗讀比賽。2024年全國1年級客語講古比賽第1名，大票秒中3兔1，太厲害了！一起老師，那你雙腿都唔會強上哦？唔會。哇！今日地圖喺帶來嘛？今日老太太分享呢？1、2、3。哎呦，你還綁緊係嘛嘅？起餅。幸福啊！幸福最有名就係起餅嘛。你懂好吃嘞。QQ 的甜甜的。我家自家有西冇。冇，因為咧係 Andy 嗰下學術嘅點心。懂好吃。古時你講開料啊，講西煙。開料。啊，你家糖愛食西煙？糖的水。新怡姐都唔會教呢。哦。因為我下專門要同愛講客。係你講客又係。阿公阿婆愛佢全部就講客，所以佢自然自動嘅。都肚吃底肚就糖。食好嘅起餅子係吼，另一片還有一個客家傳統嘅料理，本大家食。係嘛嘅，然後咱嘴帶落嚟。今比日本大家看的係，哎呦，水飯呢？水飯哦，木下自家做嘅，無色係甜的，但拍色係鹹的。哦，凍嫩哦，它口感很綿密。對，而且因為鮮香。嘟紅香仁哥金蛋腸凍為佐料用，他家米血哦，一本身哦，他才是真正最有機會取代我的人。哦，他就是主持人本人。哇，香仁哥，韓國你提你擺來咧，你是抱着什麼樣的目的？冇話做生意。他是第1集的時候來的。操，體積貴嘅時間。第1季，疫情現在幾歲？8歲。對呀，我們做7年呢，幾張6歲還是寶寶哎。而且我跟你講，疫情哦，基美動會講他考過客語認證係嗎？哇，係自然腔也係會了腔。自然腔。自然腔。自然腔啱啱如果講會了哦。我係弟弟。弟弟學狗係學佢了腔啊。好厲害！他這樣的程度竟然謙虛說是也爹爹。你們真的是太厲害，
去哪里找2个这么厉害的小朋友？哎，你有想过吗？以后等我们2个老之后，就换他们2个主持这里啊？啊，我不想想象那个画面哎，再让我们多赚几下观众朋友。但是我俩是挺好看的，因为2个小朋友佢眼厉害，动不讲哈，我们相信这个向前来挑战一定冇问题。冇错，马上就来 PK 咯！向前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两嘴对食材的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的了解。唔但唱要通脑筋，还要比反应。2片变素养，顺来万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向前来挑战哇！今天哦，真紧哦，动火高动身体嘞，因为2位嘅小知识王来嘞。对，首先呢，第一关题度啊，唔但要考验 CV 哦，你2岁啊，总共答对题数加起来过后，就等于讲2米种辅食就得选出几道红食材了变料理。啊，比讲发讲有的人较熊啊哈，总共这样答对2题，啊，给他的是做的拿6样东西。可是我们还是要为了团队的荣誉努力啦哈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风水先来。风水先来答题。客家数学题，好好听哦！你讲非常标准，对不对？很好听哎。对数学有了解太震惊了。你看，我们大家哈位吼，数学没动而且它很明确，你是不是智商非常高？基本上自己可能不太会知道，但我们透过2题来看一下，智商就几多。好。想问一下，客家嘅一个歇后语，18只铜钱2下算係乜嘅意思 ？A 係成發較拮據啊 ，B 係慷慨大方 ，C 係久仰大名。信上去告狗吗？ A 成發較辛苦。因为只有18只铜钱，摸好肉。200。哦。一起没还用小哈。这对一起来说，真的，他如果真的答对，我真的觉得你会跪下来营地，你就跪了。真的。他如果现在答对，你要跪。我跪下来解释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下好离手喽。A。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 C 久仰大名。好可惜啊！古時候1隻銅錢就代表1分錢，所以18隻銅錢總共就會18分錢。假設分做2版來看哦，9分就是9文咯。好啊，这题很难呢，我们学起来。下次考博谦会忘记。喂。换蓝队请选题目。我想爱上班。你把未来的这种愿想。今天不想上班，啊，聊给你来抢坤。做起客家人哦，都要天才你爱你啦。除了我们做事以外，客家会什么概念？太简单了啦。A 绿茶，B 黑呀个脆包啊哈 ，C 黑呀个甜板。C 甜板。系啊。这题送分题。爸爸做公客嘅天才主持人哦，2题唔会错。来看一下正确嘅答案，嘿，恭喜 C 甜板。呢個故事就係講哦，因為天穿年啊，就係女媧補天嘅年啦。到2年哦，客家人哦唔會做事，唔會食條路之外啊，他們從山狗，他們攞過年時嘅留下來嘅甜板哦，拿來煎，因為煎過之後甜板會軟軟 Q Q 嘅，就像女媧補天那個泥土強軟。對，我黏黏啦，我天數做到哪樣去紀念法做天數記去留給填補去了安呢。來，三行內呢問風吹向前題。是墙内上走的雪。哇 ，OK， 一起老师，我们等下私底下联络一下，我请你当我的家教老师。他长得有点像一个人，慢点。周杰伦，他跟你皱眉头呢。OK， 好，那看一下题目。晚熊哦，拿到食物的时间，我先试试啊，张色跟眼影配嘛该 A 是了解食物的质地 ，B 黑色枪食物 ，C 黑软化之后比较好入口。A 吗 ？A， 确定。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 A， 了解食物嘅质地。台刚第就看过了解动身体嘅样片哈，就是浣熊它在吃棉花糖，然后去些蛇墙咯，表到水底部度，结果棉花糖发贴嘞，摸贴嘞，所以他就是想要了解食物的质地，然后比较好用水来感受到这个东西跟外形啊，还有它的质地这样。哇，很可爱耶。对啊，重点跟这样。好，恭喜风吹。好，分蓝区来线喽。信中医就聽落啲。哦，我来看一下哦。OK 咧，像阮新做嘅铁線啊吼，豬籤餅人家講豬油餅，家嘅靈感係對呢道餅嘅來歷 ，A 係豬味 ，B 係中嘅 ，C 係胡椒餅 ，B
B 吗？肉粽。好。为什么？你好喜欢肉粽哦。哪种哎？哈嘎粽。那你有吃过竹堑饼吗？哦。竹堑饼你吃过吗？冇吃过。鹹甜鹹甜的。以前的想法係肉粽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恭喜 B 肉粽。我没有想到还老中类有关呢。所以选择自己心中所好是有一个。他是不管题目是什么都选他自己爱吃的吗？对。然后大家分享一下吼，就是第一届发明竹堑饼，就是最有名的嘢，佢简单係卖肉粽嘅。有人嘅就突發奇想想講，哎呦，粽嘅冇嘢撈嘅肉粽嘅馅料食到高餅地倍度，結果食落去之後，鹹甜口味，天雷勾動地火，結果變做心中嘅驕傲，是大家共同成長的兒時記憶。哇，太厲害了！這個2位，我們在主持個幾年後，你們長大，這邊就交給你們了。走對咯，這會變成一個歷史性的畫面哦。那疫情在皺眉頭是？他說因為他選不想上班。哦，哈里提，他們倆一在主持太有趣了，我一定會來看哦。我要來參賽。哈里提把瑪莎。輪感放戲。他自己翻得好精準。你怎麼知道怎麼念？真的太神奇！你這個人很值得被研究哦。我來看一下。好，實作題。亞嘅實作題又很聰呢。用3年後，大家拍出3年，就是老亞嘅這個鵪鶉蛋啊，哈，不用都盤的地度用快嘅夾過去。那麼這邊小朋友5顆就好了，大人10顆。那麼按鈕呢就做在1分鐘，過關。好，哎呀，給聽呢是由我們小參賽者一起老師呢來版生涯跟音符哦，而且他真的是太厲害了。剛剛掉從來上到去過後，他毅然決然決定用刀頭的夾，這是非常聰明，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人這樣做。冇嘢老幾講哦。對。因為啲愛用了每類夾。讓取得會發下咯。非常厲害。來，重點係等一下5粒就好了哦。啊，假設全部夾貼嘞，我們也是算5粒就好嘞，好不好？準備好了哈。好。是搶快4，他非常適合代言珍珠奶茶店呢。嘿哦。他好開心。還有看他整個臉紅嗎？男生辣，不是饅頭夾蛋呢。加油！海陸呢哈，跟他原本的想法都是一樣的。準備好了哈。好。是搶快4。5粒就好哦。可以有專注就好了哈，很棒。穩來做，哇，1粒嘞。很棒。大家看到小朋友是會專注邊遊戲在身上嘞。很好。嘿，2粒嘞哦。很好。上面夾比較不好夾哦，哈。它是。滂滂一對，滂滂的。它是在測試各種的國土機會測。哎，對。平，好，可以，很好，再一個就好，再一個就好了，不用急，可以，8，再讓它過來，7、6、5，可以，4、3，我們先去泡茶，先讓它先哦，時間到，這很難，但是我覺得全場來掌聲鼓勵一下，太厲害。都一起哦，該做狗雙動眾，大家看的都是堅持的精神。而且我跟你講一件超好笑的事，之前玩這遊戲，他1顆都沒有夾過去。需要提嗎？我稍微在他面前還有點面子的說。開啟感還有這個印象嗎？全體工作人員。這樣不行。好，打電話來把瑪莎的哦。奶油小生。好。奶油小生。可以啊，實作題又是實作題，也叫因為呢1分鐘底度撈100cc 嘅起切牛奶哦，鮮奶油啦哈，用搖晃的方式呢，然後給變成奶霜，重量要超過80克就做得夠管呢。安永一起冇問題啦哈，準備好了哈，搶開始，1分鐘哦。一起都講動好高應該。哎，看他好喜樂哦。他好開心哦！我已經看到他未來走媽媽的世界、泡奶奶的世界。他非常適合代言珍珠奶茶店呢。哎呦，他好開心。還有看到他整個臉紅嗎？嗯。加油！
没有中气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应该做得到，没问题的。民主阿姨，让你看一下。好，其实刚这个不容易呢，因为还要考验我怎么刮。你总共是100cc 啊，70了。好，我觉得有。设备。 10公克就好，10公克就好，应该有了，不错。有吗？78有了啦。时间2公克，有吗？有了，刚好了。恭喜恭喜，奖赏鼓励，有力，非常厉害啊！我们还没完成这一关，要把它吃掉。啊！好，恭喜！恭喜咱吹得到1分。好，红队2线吗？该疗力感弥漫，哦哟，逼妹，很厉害。他那个尾音越弹到越秀喉，对，厉害，太厉害。哎呦，好来，椒麻雞咧，出出係對呢道邊來嘅 A 雲南 B 泰國 C 台灣。有學過嗎？冇學過。因為佢懂辣，所以佢會出現到一個較熱的國家。A 嗎？可是媽媽想要選 B 哦。他決定好了。你確定哦？一起想要選 A， 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A 雲南。哇，厲害厲害厲害！其實講實在哦，椒麻雞哦，台灣人懂好食啦。椒麻雞本身係來自中國雲南嘅地區，我泰國到雲南哦，當權，所以也被引入泰國。實際上發源地係雲南，而被泰國發揚光大。對，因為雲南呢是懂辣，所以大部分人都會到係泰國料理。所以呢，這有點陷阱在這裡。哇，一起，對，厲害哦。下回可以講。韓國幾時記起來咧？最後一題了哈，答對嘍。五金的小知識，有關偷壓嘅烏魚子嘅方式啦，哪一種人係正確嘅 ？A. 色木較透光琥珀色 ；B. 喺下邊呢有一些咁樣頭頭嘅 ；C. 係血絲較多較正規啦。我知道。那哎呦，疫情知道 A 哦，做乜嘅係 A 呢？因為我有看過烏魚子嘅種啊，叫做係。你手起乜嘅？你手起一種嘅有嗰種嘅，透光琥珀色，水神嘅那種琥珀色嘅。哦。所以小朋友去答題哦，係用sen法來感受。很有邏輯。疫情上寫 A 嗬，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A，yes。假使大家讀成嘅物件嘅時間，看看內層嘅什麼哦？內層假使咩嗰種琥珀色，假使咩嗰種淺嘅咖啡色，啲都係含物色。喺個皮膚咧，會有啲臭臭啊，表皮還會有啲拍拍半點嘅時間，啊，代表白體咧，喺個可能會上固咧，所以。這種就不能吃嘛。那剛剛有講到這個頭哎，下垂狀的，就是代表個陰辣燥。那血絲越多，代表個香味較重哦。太厲害了，兩組都很厲害。恭喜咱吹！好，在這一關呢，藍吹得到4分，紅吹得到2分，所以講呢，先來分7個嘅總裁。哇，太厲害咧！總共呢，答對嘅6題師傅做得先6項食材。好，來看。哇，又餓哦！這一定要餵飽我們小朋友。你先選饅頭。我們疫情很餓哦。頭麻豆醬水椰子好了啊！你們還要吃什麼東西？對，你們自己點啊，小朋友。你們喜歡什麼？可以選6樣。還有幾個？3個。啊。什麼？還是辣？還有嗎？不是饅頭夾蛋咧。還有是蓋牛。跟芹菜沒關係。好，芹菜你要看要芹菜啊。芹菜，這個只會擺盤內。鳳梨有啊？好吃鳳梨嗎？疫情喜歡我們給他。好，鳳梨。還有幾樣？1、2、3，韓語好。再一個，蓋牛。哇，海陸呢哈？跟他原本的想法都不一樣。好，被你們。好，走的。是你們。師傅搶餸菜嘍！師傅上菜了。哇，師傅今日答對誒，總共幾多題啊？6題嘛。係啊。
而且现场都是疫情选的。对，被点菜了。哦，有嘛个送饭冇？我做嘛个菜色？呢個做嘅係酸甜海陸破饅頭，炸馒頭。炸饅頭，好酸甜海陸，好破饅頭，食落去啦。小朋友最好是破饅頭啊。只有5分鐘，因為5點的時候小朋友就會餓了。好，對，記得要放學咯。啊，饅頭是切片，大家可以先開泡。像溫哦，要跟饅頭都一泡，我認為比較不會這麼油膩啊。溫度一定要夠，哦，係一定要燒。所以你本來就有炸饅頭該使用法的。係啊，破饅頭其實會變到搭配啦，搭配加澱粉嘅主要嘅。哇，好快哦！雙手打蛋哎，好厲害哦！跟料理比賽一般來講都是限時多久啊？看幾個料理主題啦，主食材。但是共同搭檔的料理比賽好少哦。好少。有，对，雙人的。哦，这个鱼我不知道。先殺嗎？你要殺魚片。對，魚片的都在。雞肉呢是切一塊一塊小丁啊。等一下要抓醃嗎？嘿，你不可以做個。哇，現場殺魚哎！他切魚片。哎呦，細年生妹唔是講有骨頭。醬油變到燃。就這樣夠嗎？好啊，要按炒啊，再留點很表面。你這隻魚比較瘦，不好意思。沒有吃飯。胡椒粉。好。溜滷一下哈。係。你剛剛發現都是細細嘅蔬菜，師傅切饅頭的時間，佢挑個木，為了是先去切片。係。這個魚這樣切太厲害了。應該肉好切下來咪會切一塊塊咁樣。太細咯，向半要強咗太細。好，一落我哋就破饅頭啦。哦，油溫有大，哇！你這樣笑呢？係。哇，這下是不是變色咧？係。哇，哎，很懂講哎。我管你講，油運動重要。哎，師傅，我想請問，譬講講怕講，生肉嘢油對身體不好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用，比方說用橄欖油來炸？做得啦，做得。就但是破嘅未要冇強用嘅橄欖油。或是那個什麼紫蘇籽油啊。哎，做得了玄米油啊。然後拿酪梨油也可以。酪梨油也可以。就是酪梨油，它蠻耐高溫的。酪梨油是對身體很好的油。哎，師傅，你現在在做什麼？係啦，順條變下來，白香，好，白香，我幫你白香一下。很順。突然發現到，哎呦，你係上節目。係啊。我估說等一下我嚟做鹹酸甜的鋪粉。那你的鹹酸甜油嘛該是炒？等下，一直最主要主食材要往你的甜味，頭馬豆醬咪挑下鹹的。人家節目哈，其實是很隨機啊。很隨機。這就是說，其實是疫情比較隨機，考驗廚師的功力。是真的，本兄弟都油嘛該，你就做嘛該。韓總在安用講，小朋友好學嘛該，你就會做嘛該。爸爸媽媽哇，18般武藝。有一邊啲啲，應該等下來啱係做咧係勾芡。哦，春夏落然後做勾芡，做勾芡，又不用燃呢。然後疫情有跟我說，他原本是想要吃蒸蛋。你開玩笑，開玩笑。你看，毫不猶豫哦。自家帶落一個豆呢。我是的什麼就做了皮的。真勁耶！我檢查小媽漢菜嗎？冇嘞，不錯。一中吃挺挺。他很成熟，他說一中吃挺挺。然後疫情有跟我說，他原本是想要吃蒸蛋。你開玩笑，開玩笑。金毛公安豆。要上色嗎？好，麻嚟。哎，用講為滑嫩。哇。胡椒粉。酸甜的調味，哎，其實非常快速哎。搭檔好。對，你們兩個。合作無間，琴瑟和鳴。你講到前面會嚇到，你知道嗎？點燙吧。不過等下番茄醬沒有用，都不會有一些炒一下嘛。師傅真在意嗰種鍋氣，你感覺？對。一平分的時候要講到，
啊，不容易出街。哇，又拱又炸哦！一定要接触到锅面，不易炒到啊。哇，往里落去吼，小朋友2碗盘以上嘞。好，那蒜子，那是什么？水果醋吗？嘿，蒜子水果醋。应该也就是想讲，今日俩是有2个小朋友所以做咸蒜甜。嘿。因为他本来也没有想过要拿番茄酱那些。家弟弟燃应该，可能有点咸土，加馒头咧冇梅头。伊俩下上上的梅头，唔系一家的口梅，他现在小朋友喜欢什么？然下伊，我给做个要酱料，像勾芡香烟，花蛋香烟，亲子冻哦，哎，亲子冻，就是不要动，就是不要动，真的亲子冻不要动，就是要焖一下让蛋。关火，余温，余温。一般应该你要是个口感是滑蛋，其实肯定会嫩熟嘞。半熟。但是等下成日呢，就咧胃肠好慢，所以还係不給全熟好。好，好嚟。耶！哇，你知道吗？我远远已经听到疫情的口水声了，一吞还有烂水嘞。好咯。就呢個本下看一下。順天海陸好饅頭。按牛去後勢咯。太厉害嘞！太厉害了！摸上头，疫情你没摸上头，师傅做得多安用片哦。超哇！话不多说，马上来生色得上贡品，好不好？先吃看看，来。它搭配炸馒头很赞。盖肉冻嫩，肉咪冻嫩，然後鹹蒜香梅，好炸哦！一起就上到，有了形容嘅後生嘛。我是的神媽就會吐落去的，真勁呢！我檢查小媽鹹菜嗎？冇錯，天中吃甜甜。啊，天中吃啦，我不愛偏多。他很成熟，他說天中吃甜甜。好厲害啊！他第一擺看到董厲害嘅你。哇！你第一擺看到董厲害你，你知道爸爸會難過哎。幫他煮料理。哦，爸爸吃到水牛。這件凍好食，就酸酸甜甜，還有食到個上位個就像佢講嘅，佢像個夾就它的續盤。我本來想說炸饅頭熱量很高，但你真的沒有辦法停下來。沒普通唔會凍酒哈，是一件。有沒有感覺？哎，蹦意大利麵咩凍好食？都差吧。那它目前呢，風吹有2份，南吹有4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最杯米館時，我們紅隊要加油咯！加油加油！冇問題哦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清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情迷呢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最杯米館呢，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刻。而且呢，給米亞的作為料理呢，有這個小廚師的天數。先來看一下馮翠帶來料理，很多媽名嘅呢。金沙豆腐，金沙豆腐哦。哇，耳朵懷孕是正常的嗎？我覺得我每次聽到一起講話，我真的都覺得好悅耳哦。你打不會天數週嗎？會，真的哦。阿婆都會 content 的哦。最杯米館老大家講要先行冇。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我看一下，咱隨今日帶來嘅菜色，前面係乜嘅3比5版漢堡骨。哇，很澎湃哦。係哦。所以這些食材都係自家上做乜嘅？上講5、2版那裡做比賽料理呢？因為嗰種嘅5版係外婆下自家做嘅嘛。先前係外朋友係想講，家做嚟做3比4看啊哦。係就真係去做，係真係做出來以好食嘅。係想講了解來參加節目出來，然後就像外朋友教嚟做。所以你要散布口沒有下小年輕，但這種充滿創意跟傳統嘅結合，非常期待。至於每一個館
疫情准备好了哦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好可爱，看到他我就好开心，很可爱耶。好，用这对已准备好诶，马上来倒三、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莎莎开始了，不用着急哈，稳稳的来，先来看一下风吹喽。不可能吧，一起会切？手动稳哦，切得太好了，妈妈可坐在一边走哦。哎呀，你连这个厨房的事情都要搞基哦。尝试煮饭是个机会，到顺头讲，妈妈学校线上会讲会听手做小厨师，机会到顺头打下手。你生这个儿子真的很值得哎，很多呢。怎么样可以生出这么棒的儿子？是在哪一个气候，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时辰？月黑风高的夜。而且你有发现，他每一搭 day 哈都会拼卷的台式。他太聪明了。你是什么天蝎座吗？处女座。一定，他的上升月亮全部都是处女，处女座，全部都是处女。而且你看信亚这哦，他把男的交给一起，其他都会不含乱。而且你看，今天小厨师说的也是，你怎么在拔咸蛋？大材小用的。而且刚才说真的，夹蛋也是他在夹。对。不过一起，你有想过送他也够还有你喜欢做嘛干嘛？臭年去让伊打田的话，黑鲁斯走得存多钱呢。吹狼机，动脑就可以赚钱的，对不对？不是靠劳力。还要打甜筒哦。信亚这应该他躺到一起要用钢筋梅落的贵吧，你莫去多讲啊。四代下机会讲，我是客家一哥阿 K 狗。热铁，实至名归。哎呀，你可以讲你可以讲一句这个给镜头听吗？我是客家一哥阿 K 狗。给客家一个是把欠到民主认证的，真的非常厉害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你未来女朋友的情况。呀哈，你这样让他很害羞啊！你看，他真的很可以耶。我很少这么推荐一个男生哦。我本先切好嘞，嘿，先切好嘞，先去冰下去先煎。你不卡做饭的，给都推诶，我爸爸妈妈开始做。哇。那记得做生意，差不多做20年嘞。他有做牛饭冇？牛饭冇呢。哈？因为你嗰种嘅整笼啊，农场咧就迄整箱迄整仔嘅。哦。因为佢加州嘅咯，佢都较唔好食。不所以妈妈就唔好做嗰种嘅叫做牛饭、韩饭嘅就。你就要一个宝贝女儿吗？嘿，说生中的。掌上明珠，冻虾鸡耶。哦，嘿啊。他根本就不用煮菜，不用会煮菜啊。没有，搞错。自家对料理没有兴趣啦，其实那不容易要做料理都可以搞，跟妈妈考来学个样子。跟疫情，他好是嘛个料理啊？节瓜煎蛋。哦，很明确。那阿哥，你笨蛋哦，除了做主持人啊，还有做埋些喏。你明间不卡系卖班的嘛，那个做客家办事的推广。所以就比如讲像这个佛教啊，就係講沙器啊，學藝去到去對推廣嗰啲辦事嘅文化，順沙教啲學會啊。對，哇，你看，毫不猶豫哦。自家帶落一個豆恩呢，而且是小粉紅色的。疫情是什麼星座？天秤座。哦，回答的好穩定啊。難怪你好款帥哥哈。天秤座跟處女座會派誰的哦？好，我們大家都上來哦，加油！哦，我幫你確認過，他是天秤座。天秤座走的嗎？走的嗎？走的。公安家的。走的啊。那你喜歡怎麼樣的女生？講口會好嗎？講口會好。煮鮮嗎？煮菜嗎？唔會。哦，所以要上得了廳堂，下得了廚房。那像媽媽一樣懂得煮菜呢？怎麼跟小偷用力？等一下，這個笑容有點問題哦。有秘密哦。你在家黑慢點煮菜？阿妹自己煮我係啲身體那麼嘅材料小幫手。啊。好，差一點，這一題有圓回來了啦。你剛好是大家看機嘅治療哦，你講哈會講到凍喉糖啦。他的客語認證比線上很多哈外主持人還哈厲害，肯定的。是最近考了中級、中高級。
中够尖呢。你应该是全国最厉害的小孩了吧？可能目前系哦。军鬼黑哦。嗯。因为你个喊落来吃悠悠呢。妈妈有讲。阿妹，我以前有练习过，所以是对的。哇。中英好嘅事情就有准备。心怡姐到底怎么教的？因材施教。本身系线上。以前系也好。行业线上。对。哇，这已经太厉害！我以后如果有小孩，可以给你教吗？请他教就好了。哎，对啊，该西子是不是？好像可以耶。嗯，等一下，你看还有福建猴记，还有我们来看你们等一下炒金沙好了。好 ，OK。好，金沙。哦，好。金沙。好，等下给我豆转来啊！哈。好。嗯。我跟你说，疫情，你好像没人。俺蒙沟哎，他说天秤座他可以。我上到来上节目，还做咧交男朋友。做到เรา睇下分享嘅副二班哦，เรา配上音含冇共用。因为副班係合 TPS 用蓬萊米做嘅。哦。所以嚟做唔會像嗰種嘅糯米做嘅按壓。係，你唔會像粘米做嘅較硬咁樣。當嘟嘟好嘅口感嘅嘟嘟好。哇，你就係最嘟好嘅啊。係。那疫情咧，小計下在囧就挑嘛計，看幾點冇？味淋。還有柴魚醬油。哦。還有素蠔油。還有1匙的水，這樣才不會死鹹。哦，是面記還有那主持一家自主。對耶，對不對？哇！啊，你這邊啱條。很龜嘛。你要很有耐心。疫情，爸爸這次跟你做的這個料理，有賣你嗎？有。那疫情咧，小計下在囧就挑嘛計，看幾點冇？味淋，還有柴魚醬油，哦，還有素蠔油，還有1匙的水，這樣才不會死鹹。哦，不會是妹不會走哦，很厲害耶！其實這個也可以讓疫情試試看，對不對？見人期間，我們吃看啦，吃看啦。那我試行個。好，你吃看啦。好，變好了。哇，哎，翻得很精準哎，又很快，流動本啊，哦，很流暢，非常流暢。那香人跟昨天老大家分享，因為他都講下個節目按到嘛計。講下廣播電台有2集節目，就是講古嘅節目嘅老聲音嘅，講下廣播，然後嗰種嘅文玲姐姐、維尼姐姐向他主持，好讚哦，講老聲音嘅講古係咁，都很有意義耶。對，疫情沒動好談故事哈。好可愛哦！都對你，都對你。好，這麼可愛的女兒，快閃！那怎麼樣培養小朋友這麼樂觀啊？香人哥，其實這個身體其實就他，讓我自己天性有點。哦，講出來才用嘅。有上那跳板咪少講啊，就有一條天真無邪，會叫你騙，不你騙這樣。又可以寫文言。係啊。我們現在幫你找好對象。而且未來工作也找好了，是面記還有那主持一家自主。對耶，對不對？可以嗎？疫情？可以。哇！啊，你直接按條。等下合約往那邊簽哈。來搞這位置。好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給我都轉來哦。好。我跟你說，他有答應10年後為了主持一家之主哦。有答嗎？哎呦，太紅中太紅。啊，你下計下係炒金沙炒好，炒到起泡咧吼。對，起泡咧，你啊，然後你啊，洋蔥餅嘛。蔥條。對，蔥條餅嘛，不一樣。哦。一起搶食做埋事情都按眼線哦，你要將眼水給射來眼哦，比較容易分心。還有剛好在阿個眼前呢，這樣唔會嗶嗶。眼後會自家做事情，上次做唔做幾可能叫人從頭再來一次，很龜毛。你要很有耐心。表情超可愛。做對嗎？做對。做對，個跳舞嘅表現，跳舞那代表。我覺得心怡姐很棒，因為她是很有耐心讓她學習，過程才是重點，結果不重要，對不對？沒錯。OK。如果我來這集生一個女兒，我真的會。哎，不是配好了嗎？哦，對。你這樣怎麼跟人家交代？怎麼交代？好啦，那我們這邊已經算第1名了，我們去救一下那邊你女朋友那裡。
哇！因为切点插起下中的吗？没俩去买的，系。冻酱诶。对啊。其实俩头料理哦，最重要该散布的梅，是我们疫情起价挑出来的。对，这是最灵魂的手材。不过2位师傅也是要看这个过程。你看爸爸妈妈吼都让孩子这样参与啊，很有耐心哎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分标准吧？对。对啊。我加黑麻油，最后我加黑麻油。对。麻油最美表哦。嘿，错。好，我们先去倒数了哈。好，加油哦。天草马松来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分的一关，哪部卡米西卡站掉喽？来，本期大家掌声鼓励哦！小小厨神啊！我先问一下2对小厨师，敢不敢好教吗？好教。好教吗？好教哦！今下不创的时节哦，今2个小朋友是讲啊，好忙，我上去嘞，我上去嘞，点差嘞。来，先来试看。好，那先是风吹周围，我们做的这个金沙豆腐，好。这个含卵包都匀匀匀哦。哦，金沙一样，它就冲跳的香，还有覆盖嫩。而且我们洋葱有炒到，可是又有保留它的脆度。好什么？有满意吗？好吃。好吃到嘛个？好吃到什么就吞落去了。你啥就是家什么？给打败好吃是吞落去，要再上出来哦。哦。一起哥哥他几乎都有参与，好吃吗？不过香人哥吃牛排。对啊，金沙来讲。我经常在煮到那种冻面啊，冻红是该挑副面炸到就切切用先好食，用咪咪啊。好，撒下来上完成一下蓝水嘅。好。木板散布，汉堡布。这个大个呀个木板哦。它木板冻 Q 哎。冇怪我一聽用蓬萊米來做，而且有咁凍香。佢咪之前都擦，咁啲木板幫散步來講啱好食咧。你吃完了，吃了牛排呢？牛排好吃嗎？你看嘅最酸。你同大家講牛排係咪食？是東西怎麼在講喎？哦，是東西怎麼在講喎？媽媽就教好，那媽媽來講。三杯杏鲍菇肉来木板的结合，有特色，都有特色哎。疫情，爸爸这次跟你做的这个料理，有滿意嗎？有。你舉到講4分定係5分？幾多分？3分。可能4分嚟啷講？哦，到底最美4分樣板去家庭嚟上到金了。真勁動勁重哦，到底呀神奇無係樣板呢？師傅風吹成本分數。滿分，總共係8分。稍等下來，都看一下咱廚餘到底得到幾多分？滿分。可樂師傅先唱公平。我按細漢的時，也嘛冇辦法做了些，所以咧，你做了真好，指日可待。拿到位嘅的，係啊，他能做的事情太多。我仲要拿足手不應大，冇辦法唱安呢。按葉片東西嘛當好食，因為安尼我分滿分。哇！什麼？哇！可愛哦，都有禮貌哦。我看看下併購。用片吼，用親子來做咧料理哦，因為動有個教學咧感覺啊，最創新的吼，安尼學料理啊，武俠的料理，兩片做一個加蔥的菜色咧，做豆腐啊，咧做個木板，其實說問題。天然成語強下來做，然後咧梅頭春做到吼凍好凍厲害。兩組都得到師傅4分好的評價，全部都會滿分哦，恭喜你的！剛才時代還有約定好了嘛哈，每年要來2次哦，可以哈。他已經跟學校請好假了。要記得。好了，馬上去來頒獎嘞！耶！為大家獎上。
今天也希望今年的挺精彩耶，比赛的成绩已经不重要了，真的不用宣布了。还好啦，因为天大好嘞，好嘞。风吹呢总共得到8分，南吹总共得到10分，都是非常好的成绩。先来恭喜南吹。好，南吹礼拜得到系总冠军，来恭喜一下疫情，我们赢了。我们红队也非常厉害哦！你得到亚个呢是普鲁士蓝不粘锅组，做的专业好好的做料理哦，很棒哦！哇，好开心哦！哎呀，世代好哦，接上看到爸爸妈妈、老小朋友功夫的放弃，是知道讲动粉油。今天香人跟涂鸦模要扛下来，心情很激动。动粉去啦，就在那在机会，然后机会来上了节目，让我爱模要扛下。创造一个冇强人的回忆。错，咁应该想讲，你有礼拜机会去做啲老去扛下来，样胖来体验一下。每个到底我们个按到电视节目的录像那样去。系。按个对基来讲哦，礼拜得到冠军。对主菜的一件事情，有兴趣嘞，最大的收获。有吗？有兴趣吗？有。哇！我吃到根本一顿欢喜，因为还有主菜就系我的兴趣。还有留下了我的深刻印象。哇！好完美的 ending。很多。哥哥姐姐都讲得好，哎呀，香人哥，自己推荐去参加那个练功啊、龙头的比赛，慢慢自己去训练呀，跟着一起的脚步。嘿，期待你哦，恭喜！好，3号来唱一起老太分享一下礼拜参加的心得，好冇？我知道礼拜6日假日组的机会冇当到，所以要好好把握。我是希望下摆。大摆都要盘了的法通，做得让我大年参加。好，冇问题哦。你讲到10分好，不过你当年都做得来哦。你都会都要到毕业等你好冇？好，要好的哈。好，再个恭喜一拜。心怡妈妈太会教了，老太敢分享一下，这怎么教出这么棒的孩子？因为我今年哦，声音的新装是礼拜啦。今日咱得有了机会做到那摄影棚，然后疫情2、3摄影就盼，并且叫生活嘅体验。还是讲下摆有机会啊，做的就亲子游戏啊，准备做在乡下绕墙疫情乡下参加。客家话又动作嘅交流机会。已经有留下联络方式冇？记得平时时就以前就参加活动时就说是的。哦，青梅竹马。可以吧？哦，真嘅呢，本有時候要嘅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啊、姑姑阿 Q， 全部都係睇年細至 Q 下來啊料理。咁過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，從細呢做一本生意呢講客家話，各位呢不用速必去吃。大白係講，大白來講不要什麼，他不會聽到不要，他只會聽到後面那個，他會變成要。所以呢都必去吃看啊。其實多看啊、多做啊，對小朋友記得來講哦，真係最好先快的體驗哦。我透過嚟希望我們看到當好嘅惺惺相傳，希望所有爸爸媽媽家家同樣成日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等你強下來呀，到畢業大雕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耶耶耶耶耶，咻咻咻，耶耶耶耶耶。